今天由我来给大家讲个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德清嫂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细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，德清诗人孟郊在游子吟中讴歌的慈母，就是典型的古代德清嫂。德清嫂是平凡的母亲，德清嫂是坚强的母亲。她用自己的乳汁和心血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、善良、聪慧的德清儿女。她的血脉一直流淌至今。每个德清嫂身上都蕴含着先辈遗传的生命基因。清风香，金万线，往事似草永心田，一场洪水过若离山，谁养孤儿，死者作托从担才见。20年心锁红香几十年，神将心衰何泪眼，何时赢得彩云归？开箱聚会庆团圆，这是我们上
上船只想老百姓的吉祥话，我啊年年都要许。吕家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只为生日厚礼。德清嫂，你的女儿在洪水中失散这么多年，你还为她许生日礼物呀？许，整整许了20年了。德清嫂，过去的事不说了。宁春，你这个大忙人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坐坐啊？不是不等上宝殿，我今天啊是特地上门向你来报喜的。啥？向你说，向你报喜。德清嫂，喜农村啊，相信哎，本你心啊红，暖身啊心啊哎啊，村子里喜气中哎香红花哎花心讲把心啊讲把心哎啊，恭喜你品尝了红梅佳茗好母亲啊，好哎好。大葱皮大葱皮们花上红花呀美丽啊哎呦花上红花呀美丽哎啊，啥？我被评上了好母亲？是啊。凭着你千回的好事，做多少从来是记得一座不去啊！天宝也是你生呀，也是你孩子的情同光说生情深啊呀哎啊，心为他爱教育方哎，谁知那不夸你是好母亲？我不会条件，真的不会啊！不要不要！亲嫂哎，你当时无愧莫太上啊！哎，心中的心啊里，欲望啊吹啊哎啊，哪有你们说的这样好啊？德清嫂，我参观故公民道德教育馆，光荣榜上立军营，又好比百花争艳满园城，又好比把鸟争飞万里城。一个个顶天立地是英勇，一个个闪闪发光是明星。我与他们比一比，高低差距远万分，光荣美誉谁会？清嫂，望相信林轩也能还别人。这群中对票选定的，你呀就不要再太上了。明春，你家去通知你，这个老上去了，这个好。哎，明春，哎呀，明春，你听我说啊，清嫂，这是你应该的。我醉了啊，醉了。哎呀，明春，你等一等呀，醉了，醉了。
这用语也太高了啊！妈，阿哥回来了，阿哥，天宝回来了！哎呀，天宝，你回来了？我回来了，工程结束了。工程结束了。哦，妈，祝你生日快乐！我生日？我知道你忘记了，妈，今天是农历3月初8，你的生日啊！哎呦，你不是，我倒是真的忘记了。天宝啊，祝福一下就好了嘛，还要买这么贵的东西，太浪费了。妈，你每年都要摆上一大桌的酒菜，为我们兄妹俩过生日。今年我你们兄妹俩过一次生日就长大1岁，过啊过啊，小苗苗长成了梧桐树，多少开心啊！妈一把年纪啦，过一次生日就老1岁，还是忘记的好。我知道，妈是为了节约故意放弃掉不过生日的。哎，妈，从今你忘记，我们不忘记，年年都祝你过生日。哎呦，妈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好了好了，大家快乐，大家都快乐。妈，阿哥今天回来是了解你过生日，还要向你报喜呢。报喜？哎呀，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！宁称他们上门报喜，衔接刚走，天宝又回来报喜了，真是双喜临门啊！加上妈过生日是3喜临门。妈，你又把红箱子拿出来了。不关你的事。妈的宝贝又跑出来了，脸子啊，一款个虚红。晓得啦，总相是啊，是你的宝贝。妈，你可要管好了，当心飞走。小鬼，天宝啊，啊，你有什么喜事，快说叫妈听听。快说妈，快说呀！妈拿围巾，好，我来说。妈，阿哥他找好对象要结婚啦。啥？天宝要结婚了？哎呀，这保密工作做得刚好，我怎么一点信息都没有啊？小鬼，来，快告诉妈，姑娘是啥地方人，姓啥叫啥？哎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？妈，在下家字里月不名称，母女俩开办下的来经营，姑娘姓王名又叫从小从子长上村。王玉娇，名字倒是蛮好记的。那你们是？我与他交同有3年整，3载同窗情一生，情头一样长呀我三门孩子，三门孩子的中生。想不到他不声不响，老婆咋讲？看你平时老实巴交，胆子秘密小，我还担心你找不到对象呢。妈，天宝啊，姑娘长相怎么样啊？阿哥，快告诉妈呀！快说呀！哦，妈，你自己看，喏，哎呦，长得真漂亮！阿哥眼光不错嘛。我好像在哪里看见过的。妈看见山东面上，大概是相亲节目看多了吧？小鬼一点样子都没有。妈看这些节目，还不是为了接你阿哥找一门亲啊！妈，你想包办婚姻啊？
现在么想保也保不成了，人家自己找到了。妈，这门亲事我还是有点担心。你担心啥？娇娇脾气不好，喜欢作，我怕吃她不消。现在都是独生子女，有几个不作不讲的？你呀，胆子咪咪小，心智难拖拖，就要找一个有脾气的老婆来帮帮你。妈，他还提出许多条件，我怕办不到。这你不用担心，只要他提的条件合情合理，妈一定满足他的要求。要不然啊，对不是你们的亲生父母啊。妈，哎呀，好啦，不说了，妈去炒几个菜，今天一家人高高兴兴吃餐团圆饭。好，团圆饭我来烧，阿哥帮我做对手。哦，妈，我去帮他。哦。哎呀，妈，他打我！哎呀，燕子啊，不要闹啦！要是他们的亲生母亲能看到今天，该有多高兴啊！儿娘的外送包，20年把一帮人叫重阳。林云娘的话叮咛，儿要牢牢记心上。从今儿你小娇儿小改一改，做媳妇再不能生长心智好逞强。夫妻之间要恩爱，大事小事好商量，心中婆婆情孝道，姑嫂之间要谦让，代代相应要友善，为人处事要大方。千句万句难放下，放不下。妈妈，你看得我耳朵起茧，腿发长。说什么小套不小套，全都是老一套，去思想。
怪妈从小把你宠坏了。娇娇啊，你这脾气不改一改，妈真担心你以后要碰钉子，吃大亏哟。妈妈，你要是不放心的话，就和我一起嫁出去好了。你养我啊？哎，叫天宝养你。好了好了，嫁过去以后，不要整天对天宝黑龙梆梆响。我黑龙不响，他还不去管你。我深信天宝是会随我做梦来到世上的。你看，越说越不像话了。娇娇啊，不是妈不带你做规矩，只因你从小身体不好，妈心痛你，把你宠坏了。你到了婆家，不要对人家乱发脾气，不说人家在背后要生妈没有家教，知道吗？哎呀，知道了。小小子，迎接新娘子的从来到了。哈，这小个几两臭子，哎呀，这么高的吗？不是好不要好啊，叫臭的吗？天宝，你过分我对你的一片期望，我不讲了，哼，面子都没有了。小姐，不要生气了，小娇，你是想错子还是想老公啊？不要做了好不好？你这次一闹起来，转开去，更没有面子了。我不讲了，我不讲了。娇娇，听妈的话啊！小小子，不要生气了。这种事上错吧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，好不好？快坐上。哎呦！天宝，看我怎么碎死你！一场热闹风光的婚礼，德清嫂忙里忙外，忙得身体也累垮了，可是她忙得心里高兴呀。春去秋来，一晃半年多过去了。这半年来，德清嫂原本和和睦睦的家，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那一天，妹妹，嘘，轻一点，你嫂嫂她睡得真香呢。石膏山上，太阳都快要晒屁股了，亏是他还睡得真香。哎呀，妹妹，你嫂嫂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，病根不断，体质不好。自从来到我家，水土又不服，夜里睡不着觉，白天又起不了床，你要多多体谅她。水土不服，我不怪他。哎，妹妹，可是他这样妈那副不理不睬的样子，真就是受不了。妹妹，哥哥，兄妹俩，谁比娘生是娘娘？娘为儿女，关心是苦本是培养，吃饭为你怕稀事，劳累过度，久病复发，歇歇昏倒才心忙。新嫂嫂见面又是没路神，生娃自告求养，不管你该说是要生娃，切莫要去了新娘放了娘。妹妹，你嫂嫂从小母亲多教诲，是娃口中无作啊
口说他三两句，只怕他气坏了身子就平安。我顾得娇气，顾不了娘，做也难来，有也难。婆婆，我看他有毛病，你也有毛病。哎呀，我有什么毛病呢？年中的妻管严，啊，奇怪也，你小看你阿哥了吧？我天宝做人是讲原则，有底线的啊！只要不触及到我的底线，做一个妻管严有什么大不了的啊？你抓，家我万事兴嘛。天宝。哎，娇娇，你起来啦？这也睡得好不好？来，吃碗茶啊！什么地头啊？这么难闻。嫂嫂，我正在听马姐呀。哎呦，怪不得，犯了不生毛病嘛，也要憋出毛病来了。耶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哎，人前不顾这两谁能一辈子不生毛病？生了病嘛，总要钱呀。我听马姐呀，你也不许我讲吗？哎呀，奶奶，你就少说几句吧。哎呀，去吧，去吧。真没用。娇娇，你看你这个家，你妹妹说话想当机关枪，哎，哒。你妈妈看上去和和气气、客客气气，谁知道她心里想些什么？这个家，我甚至过得一点都不开心。娇娇，你当初说过你嫁的是人，不是？我是说过，可是现在连你这个人，我看见也很生气。我怎么让你生气了？当初说好，宁亲要用8辆好话轿车。可是来了几辆比3轮车大不了多少个车子，哎，多少没面子啦！我对你媳妇伺候，结果吃什么是烟？要不是妈妈硬拉我，我都不想嫁给你了。娇娇，我妈说迎亲要用8辆豪华轿车，太夸张了，太浪费钱了。我妈说用小型车既省油又环保，拉风的很呐。哎，我妈还说，你妈说，什么时候你能自己说？说好喜剧要背38周，结果只背了10个周。哦哟，村子里一脱瓜子200人不到，哎，18周都没有人说我。我妈说，好啦，反正生意已经做成10万。也只好嫁鸡赛鸡，嫁狗赛狗了。好了，不要生气了，我叫你早点去。却将我与他好比
急忙忙得挣钱，婆婆她表面客气张笑脸，土里把铁算宽。儿女先听他说话，我左看右看不顺眼。叶子呀，婆婆不是平在床上吗？怎么起来了？叶子，快来呀！叶子，哎呀，妈，你怎么又把红箱子端起来了？快帮妈把这只宝贝红箱子啊放到你房里去。放到我房里去，这啥？刚才我又做了一个梦，这个梦做得好可怕呀！梦见了天降暴雨，雷霆震，山洪爆发，作浪滚，冲进我红箱石塔江，沉入水的无踪影啊！快来此梦是凶兆，莫非他要临门？妈，神都是梦中英雄本是剑，这个梦不是凶兆，是喜讯。你呀，总是拿好话来安慰我。妈，你整天看牢这种箱子，不许我们看，这是为啥？不许你们看，自然有不许你们看的道理呀。妈，这种箱子里是些什么宝贝啊？是啊，是些什么宝贝啊？是妈心中的宝贝，是20年前留下的老古董啦。老古董。燕子啊，这箱子里的东西比什么都珍贵，现金不换。到底是些什么宝贝啊？这么珍贵？妈，打开让我看看。放心吧，该让你们看的时候啊，一定会让你们看的。以后这只红箱子，我要交给你来保管呢。再帮妈放箱子去。啊妈放心啊。红箱子，宝贝，我要交给燕子。啊，我明白了，这里连着2处文化遗址，列朝列代遗留下许多珍贵文物古董，好多农家多于收藏。我看过电视上的简报节目，一块残缺的乐器，一只菊花簪、菊花柄，开价居是几十万、300万。哎呀，这一箱子宝贝值多少钱啊？娇娇，来，土鸡蛋虾米。娇娇，来，快吃你吃。来，切，你知道切？咦，你怎么了？人家都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，你还没这么个混沌沌！谁管欺负你呀？哎呀，家里的宝贝都被人家偷偷拿在藏起来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宝贝，我来问你，你妈身边是不是有一只红箱子啊？是有只红箱子啊？箱子里藏的什么宝贝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
我妈从来不许我们看的。你们乱生的话，吃上老太太的牙，有几可是真的？跟我这无毒，你不知道，我知道。巷子里的宝贝，起码在好几百万呢。这好几百万！有点发烧了吧？脸色点，谁懂你嬉皮笑脸？你说我妈长有好几百万的宝贝，哎，你就是当着我满地找牙，我也不相信。不要跟我耍嘴皮子了，去把他们叫出来，哎呀，我来问。瞧瞧哎呀，快去！哦，好。妈，燕子，叫，请你们出来。娇娇起来啦，昨夜睡得好吗？我睡不着。我们家的条件啊，没有你娘家好。这几天我身体又不太舒服，没有好好照应，怠慢你了啊。阿哥，你叫我们出来有什么事吗？娇，你说吧。啊，娇娇啊，有什么事快说吧。那我是不客气了啊。做婆婆一碗清水要断平，太你一样亲，你不该随鼻子向女儿跪，儿子媳妇当归臣，因为暗中做事臣不知，得强于儿听得清。婆婆到底做错了什么事？亲媳妇明路相顾十分明。让他们死气死！刚才做了些什么？偏帮，啊，你知道是什么事吗？是，哎呀，急死我了，快说呀！他是为了你那只红箱子，我那只红箱子怎么了？他说里面的东西最起码值好几百万呢。好几百！哎呀，娇娇，你误会了。是的，箱子里呀是藏着我心中的宝贝，是不是？哎，听见了吗？是宝贝，我是心中的宝贝。哎呀，娇娇啊，我说的宝贝啊，不是什么金银财宝，那是什么？哎，你当开我看呀！不管了吧，心虚了吧？想不到你推推磨磨传起了女儿，儿子媳妇一点都没有问，你们也太过分了吧？什么叫推推磨磨？什么叫做推？你说话也太难听了吧？哟，得了好处我也没关呀。你们做都能做，难道我什都不能什么？好了，你们都少说一句吧。哎呀，娇娇，这只箱子在我妈身边放了20年，我们平时从来都不去碰它，你就不要多猜多疑，就算不亲啊。来，娇娇，你乖。娇，叫你个腿啊！别人把你当傻子矮子买了，你还帮着他们收钞票。哎呀，娇娇，说话要有分寸，做人要讲道理。谁没分寸，谁不讲道理？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推推磨磨，鬼头鬼脑，讨厌！娇娇，你怎么这样说啊？我是你长辈，是你婆婆。婆婆怎么了？婆婆还是去要心地善良的媳妇嘛！收手！你口是生非，恶言恶语，欺负我有病的妈，我不得已。你不得已想怎么样啊？哎，我要你向我妈赔礼道歉。你道歉？你弄弄年轻啊，到底谁应该向谁赔礼道歉？我告诉你，我妈说句难听话，我对你不客气啊！不客气，我要帮谁用？不要你自笨，你只管谁去死！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推推磨磨，鬼头鬼脑，想什么婆婆？
里发生叫你跑来了，我要到110，110。天宝，天宝，快去把小小水回来！哦，大姐，大姐，娇娇，你也太冲动了你！一个巴掌闹出一场风波。天宝追赶娇娇至今未归，一连几天，德清嫂从早到晚倚门盼呀等呀，可是她等来的又是什么呢？妈，妈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天宝，总算把你派回来了。怎么样，娇娇肯回来吗？娇娇她病了，病了？她得的什么病啊？她从小留下的老病根，也是有刺激惊吓，就要犯病。那赶快把她接回来，好好养病啊！她不肯回来，她是要她回来，先要答应她2个条件。什么都好商量，只要她肯回来，快说说2个什么条件？妈，他们我同在土地方面旁，有一次当中向他做检讨，好马骑了为得操，哎呀，年轻人真顾面子也需要一趟。看你腾腾突突，打死呀！我一头难色几我良心不良心不愁煎熬。天宝，你倒是怕死呀？娇娇是什么？娇娇是要他为了许分家，绝不愿预留叶子自一套。分
他是现在的年轻人，有几个愿意和老人处的？哎呀，天宝啊，那这次吵架，他家又翻了脸，因此我们家只有这一座新房子，那你们搬到哪里去住啊？他说：“城口不是有座旧的老房子吗？那是已经要准备拆掉的破房子，怎么能再住人呢？”他说：“你要是不搬，就让他搬进去住好了。让他去住？哎呦，这不是气话吗？我怎么会让他去住啊？不行，这个家不能分。我不分家，他就不回家，还是要与我离婚。”什么？他要离婚？妈，我对不起你呀，妈妈。无声，什么离婚分居，他不同意。
十里秀丽，十分俱分，下无难。长命病老，不差一门亲。宁差十座庙，婚姻他是非儿媳，万不可算婚算离，关爱是忙。夫妻无语隔夜愁，双对争吵，双比好。你是那乌鸦反哺杨贵呀，是儿的孝心娘子孝，生生长寿终有言，娘与儿分手离别是自长，不愿你陪着妈妈长相守，只愿你夫妻把对同劝你随他心愿，莫阻挠。妈妈，我怀着心泪自去放。从今你夫妻俩无依无虑，少白梁先生，实在是过不去啊！好孩子，快起来吧啊！天吧，生不生，结果忘记养儿防老，我养儿女不图报。妈妈，
吹动开心鼓，儿女迎风两欢笑。妈，天爸，不要哭了啊！快去告诉娇娇，就是妈什么都依他，叫他赶快回来，我们明天就搬家。我不。哎呀，天爸，老话说得好，树大分叉，二大分家，分就分嘛，分了也好。听话，快去把娇娇接回来啊！妈，快去！我明天就要到外地去承包一家装修工程，这件事我……哎呀，你只管放心去吧，家里一切事情妈都会安排好的。妈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娇娇去接回来。我快去啊！妈，去啊！快去啊！回来啦！刚回来，怎么又醉啦？啊，去接你嫂嫂去了。哦，燕子啊，帮妈把铺盖整理好，把那只红箱子也一起带走。离铺盖带箱子啊？做啥？搬家。搬家？搬到哪里去啊？从明天起，我们母女俩要住到村口那间老房子里去了。住到村口老房子去？哎，这是为啥？你嫂嫂要同我们分家。分家？啥是不分家，她就要同你阿哥离婚。什么？他哥哥答应啦？是我叫他答应的。哎呀妈，你好糊涂啊！你怎么能答应你？我去把哥哥载回来。燕子，算了算了，你说我不算，他欺人太甚，我到法院告他去。站住！你叫我回来。燕子啊，来，听妈说啊。燕子啊，你内心子把气呀想，听我好言来劝他，这样的官司不能当，即便你赢了官司，死了亲情，两败俱伤更烦恼啊！普天下那么人家没争吵，牙齿也粗把舌头咬，
虽是教他有错，你的脾气也毛糙，不该当他一巴掌，害得他全凭佛法心中有气，气未消。哦，但愿得分下丹姑西风啊，从此来他好你好大家好啊！嫂嫂她做人做事太霸道，妈妈你总是爱做好事啊！凭什么好往心头让他知？我俩事情就推风雷，谁情啊？王子差来王子好，王子他来王子香，知道哪里都是一家人，且点小亏莫计较燕子啊，家后才能万事兴。妈妈我娘就爱做佛事老妈，燕子不哭了啊！一家人能走到一起，那是缘分啊！走，把妈整理铺盖去。就这样，一家亲人拆散成了两半。德清嫂拉着燕子住进了村口旧房子。岁月如梭，又过去了半年。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，谁知一场比寒冬更冷酷无情的风暴就要来临。自从一家分两屋，光阴流水，断雁谷。我是天生劳碌命，夜做夜做天不知，养鸡养啊养毛兔，种菜种瓜种蘑菇，肩挑水滴长姐妹，神夸我60拼富家户，好
来来来，哟，你的菜就是比我们大家种的好。这是我刚从地里摘来的，宁春，你哪边去？不用不用，银子呢？单位加班，实业管制资源灾区的房中帐篷，好几天没有回家了。宁春，来到家里来坐坐。当心。哟，德清嫂，靠你上桥水去房子啊，往上一行啦。神经快点，指着师傅些嘛。哎，宁春，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我今天啊，特地为了娇娇的事情来找你好好谈谈的。娇娇，这段日子他来看过你吗？肯定没有。你这个儿媳啊，真不像话，新婚半年就闹分家，在我们村里啊，还是第一个呢。群众意见啊大得不得了，有人提议要开个村民大会，好好教育教育他呢。不，他是年纪轻，一时糊涂。年轻人啊，多做鼓励，少批评，千万不可叫他在人前低头伤自尊啊！你呀，哎呀，差点忘记了。喏，德清嫂，你的心真多啊！德清嫂，你那媳妇这样子对待你，你还为她说好话？你看你不管怎么说，总归是一家人嘛。不说了，你啊身体保重，我村委会还有事情呢，先走了。好。宁春啊，有空到家里来坐坐啊。好，快进去吧。进去吧。水到了，我就放心了。与晚清俩一笔欠债。是德清嫂亲生女儿23岁的生日，她思念女儿的这颗心呀，总是静不下来，总是歇不下来。她多么盼望能有与失散多年的女儿相见的那一天呀！真
德清嫂嗅着嗅着，便进入了梦乡。来，哎呀，今天你怎么有空过来啊？其实我早就想来了，这分家以后，我整天忙里忙外，一点空都没有。上班的心情啊，比上坟还要沉重。那你身体要当心啊，忙就不用来了。呀，听你这话，好像话中有话。我知道你呀是不欢迎我来的。说实话，我也不想来。可要是我不来啊，就整天失眠。妈，你看，我人都睡了一圈了。哎呦，娇娇，妈，可记得分家之事已商量，家财先归我夫妻俩。我母女空手出门临安家，只得走两丈铺盖一只红木箱。正是这只红木箱害得我夜夜失眠，心惊慌。你慌什么？只怕你太太去变美，要害我做烂当水空一场。买什么买？这箱子里的东西能买吗？怎么不能买？你当我是傻子矮子啊？电视上的鉴宝节目，我天天看的哦。哎呀，娇娇啊，
你只管把心放在肚子里，这箱子里东西呀是不能买的。再说与你也不相关啊。怎么不相关？家里财宝，退一文去归儿子媳妇，我能抵抗一切，死了以后，今天我一定要见到红箱子里的宝贝。哎呦，那些东西算什么宝贝啊？不是宝贝，那是什么？你当开我看呀！哦，不会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？娇娇啊娇娇，我同你说过多少遍了，这红箱子与你是不相关的，你怎么还要纠缠不去？你走吧。哟，什么意思啦？妈，想开点嘛，金银财宝生不得来，死不得去的。到时候你真去了天堂，千万才念啊我。现在拿出来教训我吗？我还未念你的好。你太过分了，你叫我出去。我为什么要出去啊？你不让我看，我自己进去看。我不许你进去，我偏要进去。站住！娇娇啊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再逼我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箱子里藏的是我20年的心结，我20年的隐私。今天你想进去碰这个红箱子，办不到。我想判的，一定要判到。不，你错了。我也有我的人格尊严，我有权保护自己的隐私，不随清白。今天我偏要把你的什么隐私拿到阳光下面晒一晒。娇娇，我不许你进去！娇娇，还是谁更牵挂是我身体痛呀娇娇，我回来啦！天风，娇娇，天风，想我吗？想你。哎，娇娇，来，我这里带回许多好东西，来，打开，快快。娇娇，2万存款。
还有一本证章，3万块，是就5万的。不是我天宝做人不老实，都是被他逼出来的。唉，我妈为了我们付出太多了。那一天，女儿当受气，哭哭啼啼为娘们，天宝登门来拒绝，我两边劝我风不平。夫妻双双为家转，自家夙愿不应心。不知他婆媳不少不好，我特地登门开门。天宝，哎，天宝，舅舅，妈妈，舅舅，你怎么来了？舅舅，我看看是胖了还是瘦了？哎呀，想什么了？喏，你看，妈今天买了许多你喜欢吃的零食。哎呀，来过一次啊，都忘记了。喏，这里，来，快进去。天宝在家吗？哦，他刚刚还在这里呢，不知道啊，跑到哪里去了？你婆婆呢？你婆婆在家吗？啊，他到很远很远的山里追亲戚去了。哎呀，真不巧，我来了，她走了。妈妈，到里面去坐一会吧。哎呀，这里不是很好哎吗？呀，去洗把脸嘛。嗯，好。哎呀，来，妈妈来。哦，哎呀，宝贝女儿啊。妈妈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分家观城婆娘，满城马为生长。本想再过三步再慢，慢途路失真相，谁料想我所此刻从天降。谁忙将乱好紧张天宝，天宝，天宝！哎呦喂，天宝，你死到哪里去了啊？真是我在火里，你在水里。哎，我妈妈来了，喏，今天你要听我指挥，早点把她送走。万一分家之时不许露出半点亏风，更不准把她带到城口破房子去。听见了没呀？啊，天宝，天宝，你怎么了？天宝，天宝，妈妈，妈妈，快来呀！天宝，天宝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天宝回来了。来，妈妈，他脑子得了啦！你才脑子得了嘞！来，天宝走。天宝，天宝，我妈妈你说完啊？是脑子得了嘞。怎么办啊？天宝，
天宝，你哪里不舒服啊？妈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哎呀，我不知道。我妈你妈怎么了？她被人逼得自己远了。妈自己远了？哪个逼她的？啊？就是她。娇娇，妈妈，她脑子越来越老了。呸！你才脑子大老了。我来问你，是谁逼他分家，把他逼到村口的破房子？是谁逼他交出红箱子？又是谁把他推到菜地？你说，娇娇，这是真的吗？啊？已经哭了吗？王牛叫！天宝，你要做啥？我要当来你的嘴，当踩你的手，当断你的腿。君子动腿不动手，有往好事啊！说看。天宝，你好比船头开花和两心天宝，你好比八尺毛哈王子云。平日手里多少气，阴阳颠倒，冤钱空把我母亲逼得急，伤天害理万岁，不是言气是恶虎，不是我爱人是求生，无惧颠倒。将你当天宝，齐天宝高抬贵手朝他的命。天宝，放下来，放下来。天宝，但是天宝，这个老婆，我不要了。天宝，滚！天宝，天宝，天宝！妈妈，天宝，不要我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
爸呀！你的事我管不了，管不了。妈，娘，你这不争气的东西！我要叫你娘来！你这个天上天死的讨债娘，其实我爱你疼你的妈娘。想当初你身披婚纱做新娘，我要你夫妻恩爱好好孝敬阿婆娘，阿婆娘妈娘一样是爱儿爱女的好新娘。你可知10月怀胎来为娘，婴儿落地忙为娘，一声咳嗽接啥娘，喊声妈笑啥娘，直到儿女成的娘，万事过实做呀做的老罗娘，世上人人都与娘，生育得意要孝娘，谁知你娘家不听娘，他进那个夫家不孝娘，一可与老公出娘，阿婆是要姑姑娘，作为祖父做娘娘，上门为表阿婆娘的才年身中上天亮。从今后我与你一堂两堂，今生今世莫再叫我妈不孝女儿，上天海里，天来劈死你，你怕不怕？做女儿，亲家母，我养了一个不孝女儿，我对不起你呀，亲家母，亲家母。娇娇终于尝到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，她真的后悔了，真的害怕了。可是为时已晚，从小就潜伏在她体内的病根突然发作，生命垂危，她被送进了医院进行抢救。
娇的病情怎么样了？是啊，怎么样了？急性肾功能衰竭，病情非常严重。是不是腰子出毛病了？是的，肾病突啊就叫腰子病。医生，这是他从小落下的老毛病，只要人一吃力，一睡惊吓，马上就要犯病，一次比一次严重啊！他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，再不抢救就有生命危险。用药和治疗或者舌头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唯一的根治办法就是完肾。完肾，完肾的费用很高，家属要有思想准备。这不是问题，我们来想办法的。珊珊，我们大家都会想办法的，一定要保住他的性命啊！光有钱万不行，肾药也是个大问题，要有人为他捐肾才行。医生，我是他妈妈，我愿意捐。医生，我是他丈夫，我来。需要的话，我也愿意。是啊，我现在都愿意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一生遇难终身帮。作为一名医生，我很感动，也很关心。好，随我来。妈，一连几天，娇娇的母亲、丈夫以及村子里的志愿捐肾者纷纷来到医院进行肾移植配型试验，结果全都失败。连亲生母亲的也配不上。医生，怎么样？大嫂，所有人的配音都不成功。大嫂，大嫂，你放心，我们与海洋红十字会取得联系，一定能找到稀有生验的肾药。不过现在只有等待。医生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，你一定要救救他呀！大嫂，起来！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们一定尽全力救治。医生，亲家母，怎么你也来了？娇娇生命垂危，我能不来吗？德清嫂，你不是还在住院吗？一点小伤小痛算得了什么？我是娇娇的伯伯，我要为她捐肾，请医生马上请我做配音思念啊！妈，你不要命啦？要捐我来捐。燕子啊，你放心吧，妈身体很好，五脏六腑啊都很健康。妈，你啥命都要快没有了，我能见死不救吗？多一个人陪行，多一份希望。还是再考虑考虑吧。亲家母，你们都不要赖我了。医生，他还年轻，救命要紧啊！医生，德清嫂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尽全力救治。
倒是对了，走，帮我做饭去。好，走。天宝长，妈，亲家母，亲家母，娇娇来了！哎呦，来，天宝，娇娇，妈，妈。哎呦，娇娇，一家人还这么客气呀、哎，亲家母，来，坐。亲家母，娇娇这孩子啊，从小把我宠坏了，做了这么多对你不起的事，这次又是你救了他一条命，他知道自己错了，后悔得不得了。昨天还在我面前哭了半天，伤心啊。年轻人谁都会玩糊涂，知道错改了就好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不要放在心上。亲家母，你真是娇娇的再生父母啊！听王医生说，像娇娇这种稀有血型，完成配音的成功率只有几十万分之一，可是你们一次就成功。哎呀，真是前世修来的缘分啊！哎呀，亲家母说得好，这是缘分呐、亲家母啊，养女不教，母与骨啊，我待你不起呀。说起来，也不是我一味宠爱，实在是娇娇从小有这个病根，只怕待她管教太严，就要发病啊！哎呦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不说了。青春啊，写青春太悄悄，山野春阳暖似风。太青春，腊月冰霜冷心窝，不捐身去我命他的民间才心空该情比祖国颜良好西湖。娇娇啊，别担当你是我错，仙仙儿但是老婆大老肉。这个天宝啊，绝是死亡！燕子啊，你这个阿姨，嫂嫂，燕子，嫂嫂，对不起，那天我不该。好了，从今后一家亲人一条心，门前黄土必忘记。好，吃饭。哎，等一等，在吃团圆饭之前，我要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。燕子啊，来，帮妈把那只红箱子去搬出来。妈，这只红箱子是你的宝贝，我们不夸。妈，想起这红箱子，我就觉得对不起你，我再也不想看了。我也不看。过去你们想看啊，我不让你们看，为此我还闹了一场误会。今天呀，是他家团圆、向我喜庆的好日子。20年来，藏在我心中的一桩心愿已经了了。亲家母在场，也好做个见证。你们啊，一定要看。天宝，这是箱子的钥匙，拿去打开。妈，打开。哎，
你为里面藏着什么宝贝？亲家母，就这些东西，你在巷子里整整长了20年。是啊，这一箱子小女儿的衣衫野帽，是我心中的宝贝，也是我一辈子的伤痛。这封信是你妈妈留给你们兄妹俩的，留给我们的。天宝、言子，自从爸爸在一场车祸中丧生，妈妈领着你们离乡背井，外出打工讨生了。谁料祸不单言，妈妈与身亡相争，一家人最头负累。多亏遇上了你们的德亲妈妈，是她随来了我们。孩子啊，当年爸爸经商失败，欠下了许多债务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生死再不能死。这里有一本账簿，记住每个债主的姓名、住址和欠款金额。等你们长大之后，一定要替妈妈连本带利，别别还清。这是妈妈的临终嘱托，答应妈妈。妈，好孩子，不要怕，你妈妈是个善良的好人，她说得对，做人要讲诚信，生死再不能死。这本账簿上的欠债，我已经替你们全部还清了。这是你妈妈留下的遗物，你们一定要好好保管，做个纪念。我全明白了。妈，你为什么不把红箱子的秘密告诉我们？妈，你为什么把所有的单子都撕几条，把所有的苦都撕几切呀？傻孩子，妈既然答应收养你们，就该把欠债一起收下呀。孩子，都起来吧啊！乖妈妈，真情。
兄妹俩这一片真情，这一番苦心，听了真叫人感动啊！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亲家母，我再多问一句，你说这一箱子女孩子的衣衫野猫，是你心中的宝贝，是你一生的伤痛，这是一家人玩这么客气呀！哎，亲家母，来，坐。亲家母，娇娇这孩子啊，从小把我宠坏了，做了这么多对你不起的事，这次又是你救了他一条命，
他知道自己错了，后悔得不得了。昨天还在我面前哭了半天，伤心啊！年轻人谁都会玩糊涂，知道错改了就好。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不要放在心上。亲家母，你真是娇娇的再生父母啊！听王医生说，像娇娇这种稀有血型，完成配音的成功率只有几十万分之一，可是你们一次就成功。哎呀，真是前世修来的缘分啊！哎呀，亲家母说得好，这是缘分呐、亲家母啊，养女不教，母与顾啊，我待你不起呀。说起来，也不是我一味宠爱，实在是娇娇从小有这个病根，只怕待她管教太严，就要发病啊！哎呦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青春啊，写青春太悄悄，三月春阳暖似红，恨四季太青春，腊月冰霜冷心红，苦苦捐赠举我命他的民间才辛苦在前边，祖国也良好幸娇娇啊，你担当你是无错，仙仙儿当是老婆大老祖。这个天宝啊，绝是死亡。燕子啊，这个阿姨，嫂嫂，叶子，嫂嫂，对不起，那天我不该。好了好了，从今后一家亲人一条心，门前黄土必忘记。好，吃吧。哎，等一等，在吃团圆饭之前，我要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。燕子啊，来，帮妈把那只红箱子去搬出来。妈，这只红箱子是你的宝贝，我们不可。妈，妈，想起这红箱子，我就觉得对不起你，我再也不想看了。我也不看。过去你们想看啊，我不让你们看，为此我还闹了一场误会。今天呀，是他家团圆向我喜庆的好日子。20年来，藏在我心中的一桩心愿也已经了了。亲家母在场，也好做个见证。你们啊，一定要看。天宝，这是箱子的钥匙，拿去打开。妈，妈，打开。哎，我还以为里面藏着什么宝贝。亲家母，就这些东西，你在箱子里整整藏了20年。是啊，这一箱子小女儿的衣衫野帽，是我心中的宝贝，也是我一辈子的伤痛啊。这封信是你妈妈留给你们兄妹俩的，留给留给我们我们的。
天宝、燕子，自从爸爸在一场车祸中丧生，妈妈领着你们离乡背井，外出打工讨生。谁料祸不单言，妈妈与身亡相争，一家人最头父母，多亏遇上了你们的德亲妈妈，使她虽累了我。孩子啊，当年爸爸经商失败，欠下了许多债务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甚是再不能死。这里有一本账目，记着每个债主的姓名、住址和欠款金额。等你们长大之后，一定要替妈妈连本带利，别还钱。这是妈妈的临终嘱托，答应妈妈。妈，好孩子，不要怕。你妈妈是个善良的好人，她说得对，做人要讲真心，生死再不能死。这本账簿上的欠债，我已经替你们全部还清了。这是你妈妈留下的遗物，你们一定要好好保管，做个纪念。我全明白了。妈，你为什么不把红箱子的秘密告诉我们？妈，你为什么把所有的担子都拾起跳，把所有的苦都拾起去呢？傻孩子，妈既然答应收养你们，就该把欠债一起收下呀。孩子，都起来吧啊！
他们兄妹俩这一片真情，这一番苦心，听了真叫人感动啊！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亲家母，我再多问一句，你说这一向是女孩子的衣衫野貌，是你心中的宝贝，是你一生的伤痛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这是当年我亲生女儿留下的。怎么，亲家母还有亲生女儿？她死今在哪里呀？这是德清嫂心中最伤心的往事。亲家母，你说吧，不要憋在心里，说出来也许心里会好过一点。是啊，说来话长。20年前的那个春天，乡亲们四处寻找发家致富的门路。我抱着3岁的女儿，跟娘家姐妹一起到邻省侯桥镇办小轿市场，不料遭遇了一场大洪灾。亲家母，你是说20年前邻省侯桥镇那场大洪灾吗？是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啊。当年我也在侯桥镇。我女儿，舅舅妈，你知道吗？在避难转移的路上，德清嫂发现一位56岁的小姑娘不小心掉进了路边河里，她想也没想就跳进河里救她。6岁孩子救上岸后，发现自己的女儿不见了。我哭着喊着找啊，一直没有找到。20年过去了，亲家母，大军别人的孩子，天经地义，我无怨无悔。可是失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，我心中留下了一辈子的伤痛啊！你们看，这是我女儿3岁生日那天照的，亲家母啊，你看看。天哪！亲家母，你看看这张照片，这不是我女儿吗？这簪花丝巾是我当年亲生绣的，这衣裳也是我女儿13日穿的呀。亲家母啊，你怎么会有我女儿的照片啊？这张照片是我20年前接娇娇照的。娇娇，亲家母啊，你快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在当年那场洪灾中，我失去了丈夫和女儿。我万念俱灰，也想跳进河里随他们而去。亲家母，他说我看见一个小女孩，哭喊着妈妈，跌跌撞撞向河边走去，眼看就要跌进河里，我急忙上前，一把将她抱住。那小女孩一头扑进我怀里，叫了我一声
亲家母，你从此，我们离开何家镇，母女相称，相依为命。亲家母，亲家母，我对不起你啊！你是小娇她，娇娇，过来，亲家母，娇娇她就是你的亲生女儿。这照片，这衣裳，这传话事情都是见证。你和他浑身配音，也配角成功，这都是天意呀！丽莎，娇娇，就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你的女儿回来发生，儿
该是他算。抬头他才完成经十月德清嫂的故事讲完了，让我们衷心祝愿普天下的父母亲永远健康，永远幸福。红旗